如果我話你知，其實50歲根本唔係人生嘅黃昏，而係另一場全新比賽嘅開球禮。試想象下，如果你嘅人生依家先啱啱開始發力，會有幾咁好玩呢？今日要講呢本啱啱出爐嘅神作《The Second 50》，作者 Deborah Wichman 拋出咗一個令我毛骨悚然，但又興奮到震嘅結論。原來長壽唔係將你下半場拖長嚟做，而係個天突然間，哇，醒多整整30年嘅紅利時間俾我哋啊！但係問題嚟啦，好多人將呢份禮物變咗做噩夢，點解嘅？因為佢哋用緊一張舊地圖去行一條前所未有嘅新路。大家試諗下咯，如果個天真係同你講，嗱，醒多30年命俾你，你第一個反應係開心到即刻開香檳慶祝，定係驚到腳仔軟啊？講真嗰句啊，香港地現實好殘酷噶。大家睇下新聞，日日講結業潮、經濟不明朗、強積金又唔知夠唔夠食，多咗30年命喎。如果你有錢、有樓又有健康，咁就叫享受人生啫。但如果你手停口停，周身腰酸背痛，仔女移民走晒冇人理，咁嗰30年就唔係禮物，而係一場折磨死人嘅漫長噩夢嚟噶。但喺呢一刻，今日作者嘅觀點，簡直係令我醒神晒，徹底顛覆大家對老嘅想象。嗱，平時我哋講起50歲，大家會諗起啲咩啊？退休、湊孫，定係去公園坐喺度等嗰日嚟啊？咁就大錯特錯啦！你知唔知作者話，我哋呢一代人分分鐘比上一代多咗整整20到30年嘅壽命啊！哇，30年喎，你諗下，夠你讀多3個博士學位，跟住再創業2次都仲有突啦，係咪先？所以咪話呢個絕對唔係食剩嘅晚年，而係全新嘅第二人生。不過呢，個天雖然俾咗時間你，但有冇包埋健康、尊嚴同錢先？冇喎。大家估下點解咁多人驚老？就係驚冇準備啊嘛！尤其係依家呢個市道咁樣，如果你冇規劃好，你多出嚟嘅30年，分分鐘仲難捱過你頭嗰50年啊！所以今日就要同大家拆解書入邊最核心嘅7大人生疑問，教大家點樣喺呢個變幻莫測嘅時代，由被動變老變成主動設計你嘅精彩下半場。喺開始之前，麻煩大家幫手撳 like 同訂閱，支持下呢個廣東話嘅頻道，等我哋一齊行好呢條路先。講正題之前，我想同大家講個真人真事。我有個細叔伯，叫佢做權叔啦。權叔係典型香港上一代嗰種獅子山精神，成世人捱生捱死，好勤力咁經營一間五金鋪。佢嘅人生規劃簡單到不得了，就係覺得只要供滿層樓，銀行揸住一筆 cash，咁就叫冇得輸啦。以前佢成日搭住我膊頭講：喂，趁後生搵錢啊！有錢傍身，有層樓揸手，老咗仲驚咩啫？係咪先？結果係點呢？個天同佢開咗個好大嘅玩笑，就喺佢63歲，即係前2年，佢執咗間鋪準備嘆世界嗰陣，驗身報告明明靚仔到不得了噶，但佢個腦開始斷片。嗱，唔係講緊嗰啲唔記得帶鎖匙嗰啲小兒科喎，係連自己啱啱食咗飯未都唔記得。最驚嘅係出咗街，竟然搵唔返條路返屋企，企喺街頭騰晒雞咁樣。原來佢患咗早期認知障礙症，即係腦退化。係佢銀行儲落嗰筆錢，係絕對請個最好嘅工人或者看護照顧佢，但有冇用啊？冇用啦！佢已經冇辦法再去享受辛苦賺返嚟嘅人生，甚至連自己係邊個都未必記得啊！大家知唔知作者 Deborah Wichman 喺書入邊爆咗個好驚人嘅數據出嚟？原來現代人對腦退化嘅恐懼係已經超越咗癌症㗎。大家估下點解？其實好簡單啫。癌症折磨嘅係你嘅肉體，痛係喺你身上嘅，但腦退化所剝奪嘅係你嘅靈魂、你嘅自我同埋最重要嘅尊嚴啊！講真，依家香港咁嘅經濟環境，唔係個個都好似權叔咁好彩有資產嘅，好多人依家面臨緊裁員、生意難做。連強積金都蝕到入肉啊！嗱，如果連權叔呢種叫做有啲錢嘅人面對衰老都咁無助，咁我哋呢啲普通人如果冇準備，個晚年會係點啊？權叔嘅例子好殘忍，亦都好真實咁話俾我哋知，好多人對下半場嘅準備係嚴重偏科㗎。哇！你睇下身邊啲人，
我哋將100%嘅精力擺喺錢嗰度，日日睇住個股市，擔心樓價跌，以為只要做好財務自由就等於晚年無憂。嗱，咁就大錯特錯啦。The Second 50呢本書簡直係叫你醒下啦，要撐起多出嚟嘅呢30年，單靠個錢字係唔夠噶。如果健康同腦袋守唔住，你有幾多錢都係得個吉。所以大家聽清楚啦，呢本書絕對唔係一本理財書，佢唔會教你買邊隻基金會發達，而係教你點樣喺長壽嘅同時，唔好輸咗做人嘅尊嚴。書入邊提咗7個關鍵嘅問題，如果你答唔出，甚至冇諗過，咁我可以同你講，你嘅下半場真係好危險啊，分分鐘係行緊鋼線。到底係邊7個救命問題可以令你避開長壽噩夢？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逐個拆解。好啦，講完個恐怖故仔，大家可能心都寒埋。作者喺書入邊拋咗7條問題出嚟。如果我就咁攞住個 list 同大家死讀書，我相信大家聽唔夠2分鐘，肯定就會熄機瞓着覺噶啦。所以我幫大家做咗功課，將佢歸納做人生下半場必須打贏嘅3個戰場。只要贏到呢3場仗，你嘅第二人生就穩陣啦。第一個戰場亦係最無情嘅戰場，就係你副計，你嘅身體同大腦。呢度有3條命題：幾長命、健唔健康，同埋會唔會失憶。講真，大家有冇認真計過條數啊？作者話好多人嚴重低估咗自己嘅壽命。如果你仲用緊人生70古來稀嘅思維，儲夠錢食到70歲就算數，點知個天玩嘢，要你活到95歲，哇，大鑊啦！最後嗰25年邊個養你啊？靠強積金？大家知唔知香港地 MPF 靠唔住噶啦？呢個就係長壽風險。原來長命係要有本錢噶。不過講到最令我不寒而栗嘅，唔係冇錢，係第3點，記憶。心理學問一句：你信唔信自己係莊家？好多人覺得老人痴呆係命運，係基因，避無可避噶啦，咁就錯啦。神經科學話俾我哋知，大腦就好似肌肉，原則得一個，不用則廢。作者提出一個概念叫認知儲備，簡單啲講，即係要你依家即刻去學新嘢。學 ChatGPT 又好，學彈琴又好，就好似幫大腦儲定啲肌肉量。如果你50歲就覺得自己老呢，日日淨係坐喺梳化嗰度睇電視，喺 WhatsApp 群組傳啲長輩圖過日神，我可以好肯定咁話俾你聽，你個腦嘅萎縮速度分分鐘快過你銀行戶口啊！銀行冇錢係小事，個腦空咗，連自己係邊個都唔知啊！嗰種絕望先係最得人驚啊！好啦。搞掂個腦啦。第二個戰場係關乎你喺呢個社會仲有冇價值，即係你嘅尊嚴。呢度係2條數，我要做到幾時？錢夠唔夠用？嗱，留意作者嘅用詞，佢唔係問你幾時退休，佢係問你 How long will I work？ 喺對 Second 50嘅世界，退休唔係句號，係一個轉折點。以前嘅劇本真係好悶嘅，讀書做嘢退休等死。嗱，依家嘅劇本就精彩好多啦。讀書做嘢，再創造，繼續玩。心理學大師 Erik Erikson 講得好重，中年危機其實係繁衍對停滯嘅戰爭。講白啲，如果你覺得自己冇用，變咗條鹹魚，你嘅心理防線會崩潰得好快。我好認同，工作唔一定為錢，係為咗唔好同社會脫節。香港依家 AI 搶飯碗，經濟轉型，你估真係一份工打到老咩？冇呢隻歌仔唱噶啦！依家香港咁多機會，55歲離開大公司，轉去做顧問、做 freelance， 甚至將你嘅興趣變為副業。只要你仲有收入，就算份糧得返以前嘅1半都好，你個心都會定好多。點解？因為你依然係一個揾錢嘅人，而唔係淨係識使錢嘅人啊嘛。個感覺爭好遠噶。所以想個荷包硬淨啲，條橋其實好簡單，用保險幫你頂住個底。用投資幫你錢揾錢，再用工作令你自己繼續有價值。只要你搞掂呢3份嘢，長命就再唔係風險啦，反而係你有更多時間去享受你辛苦得嚟嘅成果，呢個先至係真正嘅贏家。講完錢同個腦，終於嚟到打大佬嘅回合啦。
好多人聽到呢度最後呢兩條問題就會想轉台，因為覺得大吉利是啊。但我同你講，千祈唔好走，因為呢兩條問題先係全書最精彩、最考你智慧嘅地方。兩條問題，我住邊度？我點樣謝幕？好多人第一個反應會話：層樓我供斷咗噶啦，咪住翻屋企咯，唔通瞓街咩？係住屋企係最舒服嘅，但作者提醒我哋要做個醒目嘅業主。你而家住緊呢間屋，有冇預備好迎接80歲嘅你先？大家依家即刻用設計師嘅眼光望下間屋先，個廁所有冇門檻？浴缸跨唔跨得過先？如果第時腳骨力差少少，或者要推架輪椅仔，呢間屋仲住唔住得人先？呢個就係在地養老嘅核心，唔係單單靠賴喺度唔走，而係要 upgrade 佢，唔好等跌親先至被逼要搬走。相反，趁依家仲行得走得，簡單加個扶手，改裝下個廁所，甚至換間無障礙設施嘅屋苑，呢個小小改動就係保證你將來可以繼續擁有話事權，唔使靠人，依然可以喺自己最熟悉嘅地頭過得舒舒服服、自自在在，咁樣先至係真正嘅安居啊嘛。最後 How will I die？我知華人傳統最忌諱講呢啲，但大家換個角度諗啊。呢啲其實係你人生呢一場大戲最後嘅一幕劇本，你係導演，你想點樣拍先？係想喺冷冰冰嘅醫院，定係喺溫暖嘅屋企呢？係想身邊有一堆儀器聲，定係播住你最愛嘅歌，有家人拖住你隻手？呢種叫做預設醫療指示。大家唔好當佢係晦氣嘢，其實佢係一份送俾屋企人最好嘅禮物，因為你幫佢哋做咗最難嘅決定。佢哋唔使估下啦，唔使掙扎。當你寫好呢個劇本，你就可以無後顧之憂，專心去享受當下嘅每一日。呢個唔係悲觀，係最高級嘅豁達，係咪先？講到呢度，可能會有人話：哇，又要顧個腦，又要顧錢，又要顧裝修，好似好多嘢咁喎。但我想同大家講，呢本書唔係俾壓力你，而係想送翻個自由俾你。心理學講，人類嘅焦慮好多時係因為覺得失控。中年危機點解會嚟啊？因為覺得身體同時間都唔聽話啊。作者 Deborah Richmond 寫呢本書就係想將人生嘅軚盤交翻俾你啊。當你開始思考呢7個問題，你就唔再係隨波逐流啦。你係做緊自己人生嘅 CEO。你規劃緊嘅唔係點樣避開衰老，而係點樣設計你嘅未來，將原本嗰啲未知嘅恐懼變成實實在在嘅行動。呢個就係心理學所講嘅化焦慮為行動啦。記住，長壽係福氣嚟噶，多出嚟嗰30年、50年係上天送俾我哋嘅 bonus time。只要你依家肯花少少時間去佈局，下半場分分鐘比上半場更精彩、更自由。大家有冇信心先？多謝大家收聽今日嘅8分鐘一本書。如果你覺得今集嘅內容係幫到你，請你幫手撳 like 同訂閱。多謝晒你哋一直嘅支持。約定你下集再見，拜拜。